睇到嘅係 ATV， 今日係6月20號星期四，由我周嘉莉為大家主持第7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首先睇睇今期嘅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係有3088萬，由於上一期嘅頭二獎都有人中，所以今期係冇累積多寶獎金，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46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今晚嘅兩位鑑場嘉賓，佢哋分別就係何宗泰博士 SBS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香港單親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周淑賢女士。同大家介紹一下受惠機構，香港單親協會成立於1991年。為單親及有需要嘅家庭提供適切嘅服務，並宣揚自強自助再助人嘅服務宗旨。該會提供多元化嘅服務，包括就業支援計劃、單親心理健康計劃、輔導熱線、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婦女互助社區計劃、同輩輔導及支援小組、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成人教育資助計劃、兒童功課輔導、技能訓練及興趣小組、義工服務及社區教育等等。如果大家有任何查詢，歡迎瀏覽以下呢個網頁，又或者致電23381303。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上面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將可以開始第7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又或者瀏覽以下呢個網頁。如果中獎11月公佈嘅獎金係超過500萬，只要立即致電117向馬會登記，而登記嘅時間係直至到聽日嘅下晝5點鐘。節目
目時間去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就係何宗泰博士 SBS 太平紳士同埋周淑賢女士。下一期嘅六合彩將會喺6月22號星期六舉行。喺度提大家，喺節目完結之後大概15分鐘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祝大家好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